快速帶大家參觀下我呢間已經完成咗嘅2房2個廁所嘅，已經租咗出去啦。聽日就要交樓俾人哋，所以今日咧就嚟影之後紀念下啦。我呢間第一次買嘅新樓，就2個房2個廁所咁樣，2房2廁 OK。之後紀念下啦，見到佢而家呢個樣，呢個廚房、電視咩都有嘅。有另外一間房，有個大衣櫃，呢邊就另外一間嘅廁所。第一次喺高雄買嘅新樓，希望租俾人唔會有咩問題。呢啲窗簾、呢啲床，你都自己搞嘅。裝修就唔係使好多錢咯，整咗呢啲櫃咯，使好多錢。天花板呢個燈都係自己裝嘅，貴用啲平嘢得㗎啦，二手平嘢俾啲租客得㗎啦。呢啲就新嘅啦，見相比嘅。騎樓呢度就騎樓冇辦法，只可以咁樣擺2部冷氣、壓縮機，因為有3部冷氣，之後水爐、冷氣、洗衣機。呢度有個位可以俾佢哋曬黑衫或者洗嘢之類咯。大概就係咁咯。紀念下啦，希望間樓可以順順利利咁樣出租，唔會俾人破壞。希望呢個連呢個電商板都係我自己淘寶買翻嚟嘅，淘寶買翻嚟自己裝上去咯，比台灣買又平好多噶啦。自己裝應該好似唔使1000蚊台幣啦。如果叫台灣裝，可能要2-3千蚊咁樣一個板。好啦，差唔多係咁噶啦。等我下次買樓再同大家講啦，拜拜。